像是落叶捡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伤痕累累。我用痴情绑自己，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搁爱你，徛在雨中出发家己。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喂，麻烦你请皮家东听电话。哎，多谢。喂，东东哦，我是大姐。你即马敢有闲？对，陪我来去甲爸妈陪饭好无？爸妈，我是秀秀。我甲东东来看恁啊，妈，你所交代的代志，我从来就毋捌甲伊放袂记的。也毋过即马，我感觉足对不起恁的，我无好好啊照顾小弟小妹，互因捌代志，互因有出团，妈。你敢会怪查某囝？即马对着小弟小妹的代志，我实在毋知要安怎做啊！心肝内充满了矛盾甲疾病。过去我捌一再来讲是小弟小妹，做人一定爱知影饮水思源。对着即摆的爸爸妈妈，15年来辛辛苦苦来教育阮，阮也知影报答，还阁有感恩。也毋过到即摆，在阮还阁无能力来报答因的时阵，偏偏就互业界的人赶出来呀！妈，查某囝不好，无好好来照顾小弟小妹，你敢会原谅查某囝？爸妈，东东无甲恁放袂记者，尤其是妈妈过去所讲的每一句话。我拢记得非常的清楚。妈妈捌讲过，将来伫我后生内面有一个爱归宗姓王，也毋过家用伊无想要生，伊的性地足固执，我嘛袂当责怪伊，因为伊是即摆爸爸妈妈替我敬的新妇。假使讲我若甲伊变面，闹甲无爽快，即摆爸爸妈妈会真伤心。我无其他话要讲啊，
我只希望爸爸妈妈会当原谅我，体谅我的苦衷。唉，你做嘛个爱亲身去台北咯？安尼来来去去，爱几落工你才会回来呢？你顶摆啊去台北，你看规个面拢散落去啊！你这个囡仔实在吼，即马寒流就要来啊，寒到要死呢！我看你也是莫去啦，听妈妈的话哦。培培啊，你一定爱去台北是无？爸爸，我家己有钱了。哎哟，无要紧啦，出门伫外口爱加早一寡。培培啊，这种代志，你打一个电话去问就好啊，做嘛个爱亲自去台北咯？哎哟，你着互伊去啦。哎呀，唔过，哎哟，今仔，哎哟，你莫着急啦。其实培培吼对咱嘛真有效啦。即马秀秀吼真无简单，要结婚，又搁临时变卦，安尼一日来吼，咱培培伊的婚事毋着无希望啊！啊，秀秀伊无结婚，伊也嫁袂成，那安尼咱抱孙的希望毋着咩哦啊？安尼哦，咱心内足艰苦的，所以培培吼，伊赶紧要去台北，家己解决啊！培培啊，你要去台北，是毋是这个意思啊？好，那安尼你紧去啦哦。爸爸，安尼我来走啊。家用啊，莫伤忝啊，东东转来啊，你去陪伊啦，哈。家用，新买大衣哪会乌白囥咧，暗挂起来？我看真正真贵重哦，开偌济钱买？是毋是开真济钱？我也无责怪你啦，只是台湾天气哦无遐尼冷，无实用嘛无需要啊。家用，你是安怎啦？东东，我毋是调工的，我真正毋是，是我家己害的啦。你即马是咧讲啥？我完全拢听无。我毋是调工的，是因甲我骗的。你讲因，因是啥物人？是谁甲你骗？
到底是安怎？我想无呢。是毋是因为这顶大衣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莫甲我顾哭啦，你讲啊！嘿，我听到家勇咧哭，是毋是两个冤家啊？可能是家用冤死头路咧使性地啦。啊，毋过伊即马有心，哪会当哭咧？哎呀，即马咱嘛袂当入去啊！你也是先坐咧，看情形再搁讲啦，吼！哎。原本我俩准这是一个足好的机会，真无简单拄着，所以我嘛无想清楚就签离啊。物件摕转来了后，我就开始后悔啊。原本打算用2个花啊，甲买落来就好啊，也毋过伊毋收，还佫讲要送互我。无功不受禄，这个道理什么人拢嘛捌。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货？就是你最近办了迄件工地的命案，因坚持啊，你甲破做阿雄是死种死亡，毋是互人害死的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因喊我5天以来，啊你答应，也若无，因就会甲收据公开，讲你接受黑社，因甚至讲爱你的命。真正是无法无天，你是安怎唔较早我讲的咧？因逐工打电话甲我威胁，我挡袂掉啊！几落摆拢想要甲你讲，也毋过我唔敢，我惊。你唔敢跟我讲，那安尼为什么你敢收人的大衣咧？因翁啊，无冤家有什么关系啊？愈阮感情愈好啦。你是入去要创啥啦？你敢知影你安尼做会我害甲真生惨？你乃一点仔头壳拢无咧！天下间哪有这么好讲的代志？5万块买一件这么好、这么名贵的貂皮大衣？你即马哭有啥物路用啦？我已经甲你讲过几摆啊，做一个公务员的家后，爱比别人更较会当吃苦，爱比别人更较会当忍耐，莫甲人有金钱上的来往，千万唔通去小偷。你是安怎拢唔听咧？我踮法院做一个推事，我是代表国家、代表社会执行宪法所予我的任务。我的收入并不偌济，敢会当维持一个家庭的开销，你哪会当这么请呀，这么浪费咧？我伫法院内面，爱受到偌大的压力，偌济引诱，也毋过这几年落来，我敢讲，我的名誉无一丝仔污点。你敢知你安尼做，会甲我辛辛苦苦建立的名誉全部拢毁掉？咱是什么身份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。你穿这么名贵的貂皮大衣出去请赢，就算是你家己赚来的钱买，人拢嘛袂相信，人嘛是会讲话，会讲是我收别人的好处。你敢有想到这点呢？东东啊，你这个囡仔哦，哎呦！妈，莫哭哦，你即摆身体是袂当哭的啦啊！妈，这个代志你莫管啦。什么叫我莫管？你起笑哦！东东啊，你要创啥？东东啊，你是要去倒啊？爸，我去法院。哎，东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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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！
好亲像吼是东东嘛家用啦。这件代志可能真严重。唉，这是要安怎才好？哎，家用完怎无？ 老爷啊，老爷啊，你紧来啊，老爷啊，哎呦，你紧来啊，哎呦，老爷啊，紧来啊！一口鼎，加减做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拢是东东吼，骂了伤过分啊啦！那你即马讲这话有啥物路用啦？哎呀，东东也真害啦！东东到底是走去倒位啊？哎，你看，伊敢会走去找秀秀啊？嘿，应该是哦。啊，若无这话，伊会去倒位啊？无我敲一下电话来问秀秀。 喂，平阿伯，啊，家用自杀啦？东东有去找你无？无啊，东东无来我家。伊嘛无打电话来啊。恁伫倒前病院？好好好，我知影，我马上来。大姐，是啥个电话？ 家用自杀啦！大姐，你讲啥？恁阿嫂自杀啦！真是的。咱马上来病院，互冰冰留出来。大姐啊，即马什么时阵啊？你搁要甲我关咧厝的，连门都无爱我出去哦。这种代志，无得靠我会使斗相共啊。毋是我要互你去，假使厝内无人，若是东东伊小等来，迄就是敲电话来，安尼啥物甲伊讲？好好好。 那安尼，我踮厝会等电话好啊啦。民国73年1月17日早起11點20分，台灣建設公司工人杜阿雄。 伫忠孝東路4段，當咧興建中的大樓，伫第4站鷹架頂跋來塗骹當場死亡，初疑為失足，無他殺嫌疑。就是你最近办了迄件工地命案，因堅持要你判做阿雄是失足死亡，不是互人害死的。 根據當時伫現場的另外一名工人。 名李秋鳳者向警方講，伊捌看到死者杜阿雄自摔來塗骹進前，甲工地幹工吳大成佇鷹架上發生爭吵，兩個人各捌動手 QQ 落落，吳大成失手甲伊摔落來，致死摔來塗骹死亡。
叔叔，恁拢来后，恁平安有够着急的呢？平安，你先莫着急，即马情形啥款？搁伫咧急救，好佳在阮发现了早。婉婉，大姐，平安，平安伯，佩佩，婉婉，啊你哪会知？是冰冰打电话去夜总会后台甲我讲的啊。这个冰冰吼，总算做到一桩代志啊！大嫂嘛实在是吼，哪会遐尔啊想袂开？阮夜总会巷仔口有一个卖奖券的老阿伯，当要80岁啊呢，伊嘛是孤单一个人，啊，毋过伊活得真快乐啊。大嫂才20几岁呢，哪会想要死咧？换做是我，世界遐尔啊水，我哪还袂享受到？我才毋甘死咧。丽姊，你想过到尾啊啦？本来就是啊，我即马才知影，平阿伯、平阿姆是安怎一直爱叫伊生囡仔。假使有囡仔伫咧身躯边吵吵闹闹，大嫂哪还阁有时间去后白想，就袂安尼啊。唉，我实在是真唔甘的。家用啊，已经有心啦。平安，敢真是呢？东东伊奈拢无甲我讲。唉，我嘛是这2天才看出来的，我可袂赴甲东东讲咧。东东实在有够好赌。奇怪，大兄伊会走去倒位啦？妈，爸，喂，大兄，你是走去倒位啊啦？电话拢敲几10通啊呢？什么代志啊？我单位发现转来，遮尔晚还搁咧换院哦？你敢袂伤顶真？哦，换院的代志你要管，家己厝的出代志你就袂管啊是毋？你是咧讲啥话啦？厝内出啥物代志？你一讲敢若会晓讲我爱掠代志，我是无掠出人命哦。你即马到底是咧黑白讲啥物话？较紧的啦，紧去病院啦，嫂也自杀啊啦。啥物？自杀？听讲哦，伊是为着你呢。你莫台湾黑白讲。我无黑白讲啦。好好好，你即马去病院，连伊你就知啊啦。倒一间病院。好，我知影。哎，皮皮，你毋是咧滚装笑吼？哦，好。牛阿伯，你今日突然走来，应该是为着彬彬的代志吼。你唔通误会，我来吼，伊唔是为着彬彬来会室的，嘛唔是为着秀秀来问原因的。我是咧想讲，我家族教一世人啊，关于这个教育的问题加减，我有一点仔了解。我来是想讲，针对彬彬的人格教育方面，交换一个意见啊。是我唔对，彬彬给我想歹去啊。爱是无唔对，囡仔就是需要爱。生吼，就是爱了想超过啊。是，也毋过彬彬嘛是唔习惯啊，伊竟然甲伊妈妈应出应去啊。照你讲哦，像恁这么好的家庭，阁互伊受到正常的教育，伊是无应该有这种行为才对啊。啊，毋过
今仔日我甲彬彬咧讲话的时阵，才发现伊这个问题是出伫什么所在。伊讲是因为妈妈生小弟了后，对伊就无重视啊，嘛无爱伊啊。伊讲到这的时阵，我就跳过伊讲别话去，我要互伊搁继续讲。所以，我等你下班了后，大家按饭食过啊，心情嘛较轻松，咱来研究一下。彬彬心理上感觉不平的原因伫咧倒位？我愿意听另外伯的分析。我听秀秀讲，伊讲，家姐出事的时阵，彬彬是5岁。当然啦，伊还阁会去抢小弟的牛奶来食。对。彬彬13岁的时阵，家姐是8岁。伊甲小弟对楼梯高落去，差一点仔出人命。确实有这个代志。彬彬15岁的时阵，定定摔物件，摔什么碗啦、粉壳啊等等啦。是啊，发生过袂少这种代志。16岁的时阵，彬彬对车内底偷摕汽油酸，甲恁的旧厝拢烧了了。廖阿伯，恁也拢知影？玉玲大概拢会打电话甲秀秀斗啦，秀秀伊要来骂我啦。查某囡仔就是遮贱啊，我嘛定定甲伊骂。骂伊是无路用的，实际上对抢小弟的牛奶开始，伊的心态就开始感觉不平啊啦。对楼梯过落的代志，迄嘛同款啊。那安尼啥物件嘛是哦？毋是，伊14岁了后，伊就毋是对付小弟啊。摔物件也好，耍汽油也好，拢是想要引起恁对伊的注意，对伊的重视。就比如讲徛倒摆的代志，迄毋那是消磨体力，嘛是讨伊的情绪。伊知影徛倒摆真危险，伊嘛知影恁大家拢烦恼伊的安全。啊，不过伊今仔日已经袂去注意家己的安全了，伊就是要爱恁逐工烦恼伊，毋通甲伊放袂记。我并无甲伊放袂记的，阿嬷、妈妈拢守到半暝等伊回来，互伊食的、穿的，嘛提钱互伊用啊。范元啊，这种关心是无够的，互伊物质上的满足，只会逼伊离恁更较远。也毋过，伊也是一个囡仔，叫我们安怎对待伊咧？这个问题讲起来，学问就真大。一个人生活需要的物件，物质条件的满足是上基本的。了后就是。牛阿伯。玉玲啊，玉玲，家姐咧。医生多甲伊做完声，阿嬷在陪伊。家姐，你为什么甲恁哥哥相拍啊？伊安怎？我请伊甲我拍拳，伊无爱插我，伊唔插你，是安怎会拍起来？我阿嬷，我头足痛，你莫问啊啦！好，阿嬷莫问啊，阿嬷莫问啊。阿嬷，阿兄以后若无爱回来，我替你抓零就好啊。家姐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爱老老实实甲阿嬷讲，啥物话？你是毋是真是真怨恨恁阿兄？你真是无希望阿兄阁回来哦。一个人要过生活，先要求食会饱、穿会烧，这是上基本的。有这以外，伊还阁希望是家庭的一份子，爱重视。若是阁讲落去，就是爱有参与的感觉。比如讲厝内的代志，一部分爱互伊做。伊敢肯做？你敢有好做？那呢，要互伊做啥咧？真济啊！譬如讲过年进前，恁厝的若是要油漆，你会使甲问看卖啊？彬彬啊，你感觉有啥物色较好看？厝内要请客啊，会使互伊代表厝人，去每一个人家厝的邀请因。
范完你会使互伊代表你，替玉玲拣一个皮包啊。玉玲嘛会使互伊，甲你斗3工，替范完买一条尼裤带啊。或者是互伊来办阿嬷的大寿啊。代志真多啦，安尼哦，伊就会感觉是家庭的一份子，是互家庭重视的。我反对拍甲骂，嘛反对来听性啦。我认为爱伫咧生活来教育伊，即届若毋对，莫去讲伊；后一届伊绝对袂毋对，伊真巧啦。我来照娘阿伯话去试看卖咧。娘阿伯，你小坐一下，我来做点心。哦，毋免，我无即个习惯啦。若毋是为着彬彬的代志，我早就困啊啦。彬彬的代志，我嘛感觉足歹势。拄则家姐偷偷甲我讲，即个冤家是家姐毋对，我是一时冲动，无应该甲囡仔一般见识。家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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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安怎？家姐，家姐，你是安怎啦？家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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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彬彬，你袂用走，你甲家姐拍死啊！你想要安尼就走啊？伊是咧假死啦。啥？死嘛用假哦？伊若是真正死去哦，是伊应该啦。彬彬，你哪会变个这样用度？安怎讲，伊嘛是你的小弟，你哪会要将我拍死？妈，伊袂死啦。你莫叫我不是你妈。你毋是阮妈？当然不是。我以后袂阁倒来啦。你别走！你将家姐拍死啊！我要叫你爸倒来处理。好，安尼嘛好啦。藏伫咧心肝内哦，嘛无法度处理啦。彬彬嘛同款，莫怨咧心肝内藏伤久，爆发起来嘛无法度收煞。哎呀，时间无早，我要来走。多谢娘阿伯，为着彬彬的代志，互你加走一逝。彬彬，伊即马还阁是一个囡仔，我想要拜托娘阿伯，转去了后好好照顾彬彬。假使彬彬愿意倒转来，则麻烦你敲一下电话给我，我会去接伊。你感觉即马转来，这个时机敢适合？后生嘛是你下啊，嘛一感觉拢咧想彬彬，我是无想要互你伤过伤心。我看是互彬彬踮我遐搁大几工好啊。假使讲伊即马转来，大家心肝内还搁爱叫，颠倒毋好啦。好，我来走。玉玲，你叫人使遮送娘阿伯。好。手顺哪会遐尼久啊？婉婉，啊？你敢明个莫讲话哈？早若知影安尼，我就无爱来啊。婉婉，哎呦，东东哪会还袂来啦？秀秀叫彬彬甲通知，可能还袂找到伊的人啦。东东。啊，妈。哎呦，你总算是来啊！我强要急死。家乡即摆是安怎？歌手自杀，肺管哦差点要断去啦。哎，血流甲死骨拢是，好佳哉，阮发现了早。啊，即马咧？伊血流伤多，血压伤低，医生吼当伫咧甲输血啦，已经无性命危险啊。东东啊，恁大姊因哦一直拢伫咧遮。大姊，多谢啊。你到底是走去倒位啊？哥，你是咧闭啥物网啦？你伤过无尊重女性。大嫂嘛是想袂开，若是换做我则无要自杀的，我要互你好看。婉婉，东东，以后假使有啥物不如意的代志，应该爱讲出来。
以前我捌甲你讲过，公家的代志，搁较互你生气，嘛无应该将气带转去厝里，出伫咧恁某的身上。哥，你就是安尼啦，无爱甲话讲出来，藏伫咧心肝内，会内伤呢。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我即马搁会当讲什么话？敢来当怪家用，伊伤戆啊！恁冤家啊？为什么？伊予别人利用。我手头有一件案件，伊收被告一领貂皮大衣，大姐，迄是乌西呢，我当然袂当谅解伊。伊敢才是安尼生做？哥，大嫂是一个巧巧人，哪会做这么糊涂的代志？是啊，阮两个冤煞了后，我嘛感觉代志无遐尼单纯，我就返去办公室去查档案资料，想袂到家用，伊会想袂开。哇，这尔啊复杂，足刺激的呢。哥，安尼你敢有查出啥物？我已经大概知影规个状况啊，明仔载去拜托一个朋友去走一撮。我想就应该知影代志到底是安怎。敢要我斗相共？李子，你除了唱歌，你是阁会晓啥？你莫斗老热啦！佩佩，你莫看我无哦，书哦，我是无你会晓读，啊，毋过社会经验我是比你好遮多呢。恁两个都莫吵啦，无你甲我真正找弯弯斗相共。真实的啊，安尼好啊。哥，我今日会当减唱一场，你爱先陪我一场演出费哦。弯弯，东东即摆已经足烦啊，你莫搁对我讲遐五四三的。东东，小等下，不准你搁刺去家用啊，爱好好安慰伊。加油！妈，大姐，弯弯，佩佩，我还你先转去啊，我等下陪就好。安尼嘛好，非得无危险啊。东东，有代志随时打电话给我。我知影。大兄，加甲大嫂讲一寡好听话。就是啊，对查某就爱较温柔咧。多谢你。咱来等。加油，原谅我，我伤过激动啊。东东，给我一寡时间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太太、好媳妇。也搁有，我会当试看卖，做一个好妈妈。也毋过，我了迄件代志是要安怎？迄是我的代志。你即马吼，啥物话拢莫想啊，甲身体休养好，准备做妈妈。哦，顾家，东东啊，真久无见面啊！你若毋甲我讲一声咧，嗰时我敲电话哦去问边边啦，然后伊才甲我讲，恁某伫咧病生产啦。东东啊，我有买一寡物件啦，送互嫂啊，互伊欢喜一下。多谢哈。希望嫂啊早成贵子，另外讲，对即摆开始，
我要改写规定啊，我有替家己定10条的自强条约。哦，那安尼你讲看卖？娘阿公，你听哦。第1条，我要逐工洗身躯，逐工换臭鞋啊。第2条，我要逐工照时间起床，而且整理房间还佫眠床。第3条，对人爱有礼貌，逐工去甲阿嬷、爸爸、妈妈早暗请安问好。第4条，我会好好用功，逐工乖乖去补习班上课，准备明年一定要考到大学。第5条，我会爱护小弟家姐，就算讲伊爬来我头壳顶放尿，我嘛袂生气。第6条，我袂阁欺负爱弟啊，上好伊以后莫插我。第7条，我以后都莫徛较慢的，除非警察咧甲我追。第8条，我会较俭的，袂使阁浪费啊。一个月1万块都有够啊啦。偌济？娘阿公，你是毋是感觉1万块伤济啊？那安尼改5000好啊啦。第9条，我袂阁交一寡不三不四的唔正朋友，我要交像娘阿公同款，品德高超的正人君子。第10条，我会控制家己，袂使冲动，莫去惹代志，嘛袂使相拍。好啊好啊，彬彬啊，你踮我遮加大开工啊，唔免赶紧要转去。这人想要改好，唔是遐尼紧的代志啦。啊，顾你的自强条约，嘛唔免定甲遐尼啊严啦，无人会约束你啦。阿公。哦，秀秀，我拄仔听彬彬讲家营是啥物代志啊？无代志啊。彬彬，拄则我去病院，你有偷偷走出去无？哎呦，天地良心啦，煞自杀啦，所有的电话拢是我替伊接的，你哪会拢无爱相信我啦？我敢是迄种讲话无算话的人。好啊好啊，紧洗身躯，紧困啊。这是啥？叶彬彬的自备啊。无聊。其实彬彬伊嘛是真古锥啦，互伊踮遮加大开工啊，我会慢慢甲开导啦。阿公，你还有阮兄弟姊妹，谁拢会原谅伊，也毋过叶家不一定会原谅伊啊。你毋对啊，即马连爷和姆拢希望彬彬倒转去。阿公，你哪会知影？我要去叶家一撮。阿公，你足够的，竟然会当说服叶阿姆。阿公这支嘴来讲道理，有厉害无？足厉害，多谢阿公。多谢。你今麦在创啥？多谢阿公。起。好啦，你去替我换一杯仔烧茶，就算是说多谢。陪陪爸爸，你要去倒位啊？我要去掠鸭啦。哎呦，莫去掠啦！就算讲你甲阿伯掠转来，我嘛袂早去台北的啦。唉，逐摆拢送阿伯，逐摆拢闹开，你袂记哩啊？顶届送互人的阿伯，伫个车顶的时阵吼，呱呱滚个放屎，人拢骂咱无卫生。我甲你讲哦，我是袂送去的哦。咱去到台北，买一个礼盒送互人，安尼就好啊。好啦，那安尼就煞去啦。你家己一个人去就好啊。当然我一个人去啊。即马台北吼，拢是我伫咧走，我较熟啦。我就是烦恼你支喙啦，就亲像咱的鸭同款，贵大堆啊。莫人讲的啊，哎，人拢讲吼，我的国语讲了比你较好呢。啊，东东的太太自杀，伊是查某人，我嘛是查某人，阮较有话讲啦。啊，你去甲人讲啥物？好，那安尼我就画一张路线图互你啦吼。发嘛去吐啊！哎呦，台北吼有真多地下道，还佫有天桥。迄个地下道吼，都亲像迷宫共款啦。我是惊你行入去了后吼，踮内底踅半步出来时阵吼，还佫伫咧台北车头啦。
你俩准我遮戆哦，我敢袂叫一台计程车送我去？哎呦，这客停车会开足侪钱的呢。我教你一个方法啦吼，你去台北了后咧，你就打电话吼去彬彬因兜啦，讲你是培培的妈妈。到时吼，伊就会开迄个又搁水又搁大台迄个自用车来甲你接啦。哦，你逐摆去到台北拢是安尼哦？是啊，我了会省偌济钱的呢。我才袂参像你啦，写死写情，互人笑死。哎呦，这有啥物关系啦？省钱较要紧啦。李静，阮爸讲，佩佩无伫咧厝诶，李静搁要去台北，李静一个人无人通照顾，所以请李静来阮兜食饭。大家姐，你莫食遮紧啦，你即马身体无好，又搁无运动。食物件一定爱倒倒补，看看啊吞，安尼物件唔则好消化，营养嘛才会当吸收啊。哎呀，我的小护士啊，食一顿饭你拢在甲我教死，有遐足烦的呢，啊！喂，李姊，我是彬彬，麻烦你请三姊听电话。我就是彬彬，我拄要找你咧。昨你来吼，拄啊好发生大嫂的代志啦，一直拢无机会通我甲你开讲一下。你即马身躯边敢有人？讲话有方便无？大姊伊去学校啊啦，娘仔讲即马伫个花园内底做运动。三姊啊，你专工对德山赶来。嘛是为着大姊无要结婚的代志来甲我迷心。大姊、大兄、二姊拢骂过你啊，是毋是？骂到我叫要臭头。彬彬，大姊自细汉为着咱操劳搁操心，甚至为着咱耽误着伊的青春。伊就亲像咱的妈妈同款，无一句怨言。我知影啊。你知影？安尼你敢知影即个大姊结婚是下偌大的决心？我一知影伊要结婚的消息，我就逃避伫个棉被内底，欢喜甲连续哭2暗。我嘛真欢喜啊，啊，不过我是查甫的，袂使像查某囡仔同款哭。彬彬，你细汉的时阵足乖的，是安怎会变做安尼啦？我是安怎啦？我毋是挑工要害大姊，是大姊。彬彬，你家己扇一个喙皮，是你讲唔对话啊？我讲唔对话啊。喂，彬彬，喂，彬彬，喂，彬彬，你哪唔讲话啦？喂，彬彬，彬彬，你是安怎挂我的电话？三姊，我大学考无调，并无完全是我的唔对，你嘛袂当判我死刑。无大学的毕业证书，人同款爱活落去啊！大企业家王永庆先生，伊无读大学。同款飞黄腾达啊！是安怎？你要用迄种奇怪的眼光来看我，对待我，逼到我袂喘气，逼到我要起笑。离开业界，更加毋是我的唔对。我甲家姐当作小弟，伊无承认我是阿兄，伊一直甲我侮辱，甲我修理，我一直忍耐，啊，不过忍耐嘛是有限度的啊。我是一个人，毋是神呢。而且我只是一个10几岁的查某囡仔，我无法度学汉信，对别人的裤脚爬过去，你知无？三姊，我今仔日打电话给你，本来是想要甲我心肝内的委屈甲你讲，
希望互心肝咱会当较好过。即马啥物话拢毋免阁讲啊，再见。妈，你早来找工大哥是要创啥？我是想吼，较顺秀秀，唔肯嫁互江先生。嘿，阮兜佩佩嘛袂歹啦。妈，这有嘛个要紧啦。我看江先生吼，伊表人才，安怎？伊陪你袂过哦？佩佩。